家己鋪子的第一市場已經有100年的歷史。即陣改建了後，3樓正做是地方創新的基地，規劃古紙、刺繡等等的課程，閣有展覽，希望會當推廣在地傳統工藝。古紙工藝師向大家來分享展覽佇內底的作品。這毋是美術館，是家己灣鋪子市第一市場的3樓，這正是啟用一個地方創新的空間，讓公有市場為傳統買賣的所在，轉型成做工藝展覽甲教學的地方創新基地。有和紙藝有關係，啊，地方或一個刺繡文化，算作重要一個文化的一個技術，啊，佮即個天地掃、較人掃除的部分，攏有佇遮辦即個活動。啊，咱在即段時間，啊，佮咱公所嘛，做支持咱即個地方，要甲即個所在活化起來。鋪子第一市場3樓中央的區域，計共有250坪左右，進前使用的狀況無講介理想。市公所4年前邀請在地工藝師做伙來經營，提供空間，互因有所在，會當配合宗教信仰來推廣在地傳統工藝。因為我佇面向鄉無法度是無這種場所啦，啊，咱鋪子有這個場所，啊，咱鄉親佫會使來展覽來合適，我感覺是足好的，足好的。希望給這個所在，互大家當實在紙無這個部分，啊，來推廣哦，地方讓大家可以知道的，有紙無像文化這樣子。鋪子市公所表示，鋪子有誠深的媽祖信仰，透過古紙甲刺繡的工藝，學文從電視甲體驗課程，毋若只做傳統市場新的話題，嘛替地方文化找到延續的機會。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。